未少人认为讲，为着这个新冠病毒了后就抗体。 也毋过有确诊已经好啊的民众讲，然后也是会痛，会来卡痰。都有一个真有名的网红，伊就来讲，伊讲伊以前想讲袂有后遗症，想袂到打来，只要有小小的无爽快，然后就会起痛，而且是真痛，阁会痛一礼拜遮尔啊久。另外，阁有一个网红，伊嘛讲，伊确诊恢复了后，咧做健身的时阵，参行路拢会真无爽快，啊咧喘气嘛真袂顺。 中国就研究来指出，为着新冠病毒了后，有55%的人至少会留下一种的后遗症。因为我们阴性的2天后，我又开始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，所以我们在想是 COVID 的后遗症。 网络名气莫才斯伫咧影片内底讲到，确诊过了后，感觉好无完全，身体无爽快，去病院做检测。Shortness of breath. I feel like even after a couple minutes of walking, I just need to kind of stop and like get a really deep breath in. 来到大金病院照电工，加在肺部是无问题。 So I just got your chest X-ray results and they look normal. Awesome. It's probably just from ongoing inflammation in your lungs. 另外，有一位 Kitty， 伊家人化妆真有名，伊嘛翕影片分享确诊后好起来身体状况。真的有后遗症，就是我只要身体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，我就会开始喉咙非常痛。啊，中国有研究数据讲，伫咧追踪1000外确诊者内底，有55%的人好起来了后过2年，会有疲劳、歹困，或者是心脏砰砰踩，上少一个病尾。 越早感染的人，当然免疫力会越早得到，这是没有错。问题是每个人感染有的免疫力的持续的时间，大部分都是半年到1年就会消失掉了，并不是终身免疫。研究显示，确诊过嘛是有可能会搁得。啊，CDC 呼吁民众现阶段要拼群体免疫，先甲医公社做好做满。若真正确诊，嘛唔免紧张，乖乖听医生的话，拢会当互病好利利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